艺人孟耿如2007年演出恶作剧2吻出道，不过更早以前就曾在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亮相，当年更是主持人杨丞琳为偶像。没想到过了13年，自己也踏入演艺圈，跟自己的偶像一起吃饭聊天，更惊呼杨丞琳过了这么多年，依旧童颜，我站在他旁边，我们看起来居然像是同届的。孟耿如2005年参加《我猜》的国中美少女单元，当时才14岁就已经有163公分高挑身材，被主持人杨丞琳称赞超级像小版的陆明君。当时她的线略显紧张生涩，且话也不多，不过她的民族舞蹈表演却获得全场赞赏。孟耿如7日在脸书回忆这段往事，当年她把杨丞琳视为偶像，所有少女都希望长大后可以长得跟她一样美。没想到过了13年，孟耿如也踏入演艺圈，如今还可以跟杨丞琳一起吃饭聊天。谁小时候能想到长大可以跟自己偶像吃饭啊？不过，孟耿如站在相差7岁的杨丞琳旁边，却发现过了这么多年，杨丞琳依旧童颜，我们看起来居然像是同届的，我不能接受。为了在杨丞琳旁边不显老，孟耿如只好嘟嘴装可爱和偶像合照，杨丞琳则谦虚解释：“我有修图，耿如没有。”会有同届感，完全是修图软体拯救我的。